台湾是美国籍嘅初级主教普瑞佛斯特选调成教宗，伊嘅名号是24世，是第267任教宗。伊伫18时就要就职，总统府伫昨昏发布总统令，派前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咱国去参加就职典礼做特使。新任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将于5月18日举行。赖总统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总统特使，代表我国出席就职典礼，以传达我国政府、人民及天主教社群的诚挚祝贺，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台泛邦谊，共同实现和平及正义，建立台泛关系新里程碑。陈建仁伫4月26日时，才受总统赖清德指派做台湾的特使去参加教宗彭济各的丧礼。外交部即马表示，陈建仁因为甲教廷的关系真亲，咱两国邦交嘛已经有83年，台湾会继续和教廷深化合作，要来共同实现和平和正义，为世界做出贡献。